来继续来看，早起6点外，台北市松山路甲福德街口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。86岁太太透早要去奉天宫拜拜，伫过大路时阵，互一台转弯的公车撞到交过。但是这个司机完全无得理觉，直接就甲公车驶咧走。是这个警察联络到客运公司了后，这司机才赶紧到案说明。初步了解，可能是四线死角来弄死人。这司机已经向移送法办。透早6点外，附近人拄过豆豆过车路，想要到这个时阵，一台公车倒滑，直接甲附近人弄倒。倒边的前轮直接引过了，司机敢若阁无发现，阁互人落车载客。看到的民众惊甲直直叫。清洁队扫马路的他在叫，我们一看，哎，怎么这样？就都没有听到声音，没有听到撞击声。事发地点就伫台北市松山路和福德街口，现场有死者的鞋和雨伞，阁有真侪货。这件车祸是伫透早6点50分，当时86岁附近人当咧过车路，想要到公车倒滑，敢若是因为视线死角，无看到附近人，事后阁直接离开。警方联络我们之后，我们回去就赶快配合警方到信义交通队这边来接受调查。客运业者接到通知，随带司机来分局。60岁司机看起来完全唔知影这件代志。为什么第一时间离开现场，没有留下来？看到路人吗？面对记者的问题，司机敢若摇头，表示伊真正无看到人。不过就算唔是超工的，即马嘛因为弄死人，互移送法办。